同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秀光校区300个学生伫14个时，因是举办骑脚踏车环岛的活动，结果昨在10点外，骑经过中华鼻头的时，去互一架驶颠倒向的轿车撞落去，造成7个学生和驶车的驾驶在内，总共有8个人轻重伤。也若伤势上较严重的学生，分别指数只有3，目前也咧抢救。也若驶车的人是讲，伊是因为要捡物件，才无看路才去弄着。也若学校即马已经宣布，骑脚踏车环岛这个活动，今仔日先暂停。自轮车队大阵势经过这个路口，突然对向车道一台轿车越过中线往道边偏，无打动啊，直接进向冲撞自轮车队，学生互弄倒规片，现场一混乱。来自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秀光校区的高一学生，大约300人组成的自轮车队，当日进行自轮车环岛成连累，22早起10点外，经过中华鼻头江水路3段时，互进向的轿车弄到7名学生加肇事的驾驶，有8个人受伤送医。到这边才掉，那个前方的挡玻璃都破掉了，都被很严重啊！这水一直流好多哦，这好几滩哦。这些学生分别送去3间病院，其中15岁男同学，因为迄当时位伫队伍头前，所以先受影响。送医迄当时意识无清，分别指数只有3分，目前也在抢救。到院时是意识昏迷的，那脸部有一些也比较严重的擦伤啦。目前就是还是在做一些紧急处置跟检查，后续会转入加护病房。台北101当时就嘉英这个学生，迄当时也伫车队中，虽然也无受伤，也毋过看到车祸经过，也有好朋友受伤，互伊真艰苦。这岁41岁姓肖的家属向警方表示，家己迄当时是要去德堂装冷气，只是无注意，都发生意外。捡物件啦！捡物件哦，你还未去警方遐报道哦？因为是咧警。今晚是路要去啊！驾驶相信犯嫌，本分局以准现行犯将他逮捕。那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中。亚岁家属受到轻伤，家己离开病院了后，目失联了后，警方甲伊出地联系，将伊依法逮捕。出代志原因也爱进一步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国防安全研究院爆出性骚扰丑闻，前执行长李文忠几哪届传简讯性骚扰一个查某员工，而且这个受害的女员工阁互主管施压。国防安全研究院经过2个月调查，即马确定这个案件性骚扰和主管霸凌拢成立。因为李文忠和施压的主管，互人记2支大过铁质，2个人目前拢已经离职。每一季。依照我们的相关的进度呢，来请专家学者来再加强教育。同时，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工作环境。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国防部得到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在未来来讲，任何的反映的事情呢，都必须要依法依程序。那当然，这一次我们也很快、很明确的来处理了。那我想在处理的方式，大家也知道结果。我想这个对未来来讲，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教育。涉案的李文忠和公明拢已经省辞，国防部事后嘛有检讨，讲会要求国防院爱针对两性平权加强教育。李文忠嘛有透过文字回应讲，针对这个结果，伊表示尊重，伊嘛搁一概回实例。继续关心前环保署环境监督总队总队长李建玉，涉嫌伫2021年、2023年利用公务和出差去性侵害一个查某同事，也阁有学员和甚至是外部的厂商的员工。台中的检方认为伊罪嫌重大，即嘛伊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这位就是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平常时做工课看起来是真认真专业，不过所涉嫌对几6位女性性侵害，检方17个拘提，而且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涉犯刑法之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及利用权势猥亵等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必要。检方表示，李建玉涉嫌伫咧2022年到2023年之间，几若摆利用公务或者是出场的机会，甲几若位女性性侵害，包括当人、训练班的学员，甚至是外部厂商的员工，拢是受害者。
前立委陈昭华伫咧2023年7月嘛捌开记者会，批评环境部甲安护。监察院伫咧去年11月嘛对环境部提出纠正，认为处理了伤凊彩，无通报专责单位，嘛无进一步查证。他可能超过3位啦，但是有3位的同仁，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也很愿意这个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一个就行政流程的检讨，因为会发生这个事，一定是有在行政上面一定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周延的地方。环境部表示，目前已经有3位女性当然受害，嘛已经提出告诉，除了提供法律协助，嘛会透过外部委员会来调查，强调绝对袂吞吞性侵。因若女权团体是表示，伫咧工课场常常因为权力无对等，所以袂少受害者拢毋敢提出协助。说这个行为人会做出这种行为，他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不会怎么样，或者是不会让人知道，就算让人知道了，也不会有人对我做出什么事情。女权团体认为，除了伫咧工课场爱提供相关的保障，若是女性真正拄到第一时间除了爱保护家己，嘛会记得收集证据，透过管道申诉来维护家己的权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部以北马祖有较大阵的雨，而且嘛有机会出现单雷公、强阵风，也若高温部分因为落雨关系有小可降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受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嘛有机会出现大雨，出现较激烈的天气形态。也若过昼了后，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落雨关系，所以今仔日的高温无昨昏遐尔悬啊。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9度至30度，也若中部和台东高温是31度至32度，南部的高温也搁有30度至34度。只是讲不离个伫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高温也是有36度左右。另外，下暗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北部宜兰、花莲温度会搁再下降。拜五的时，高温敢若剩20度尔，和昨昏是差真济，乡亲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捌伫国宝鱼河带，也是樱花高文龟的生态地七家湾溪，伫遐做水下的网络直播。不过相关的设备，伫今年3月份的时，因为雨水抢去，最近已经修理好势啊，而且即卖画面的画品质是比因为也搁较好，带乡亲咱嘛同齐来看。工作人员真细腻，将镜头放入去水内，透过及时影像直播系统，将七家湾溪当中国宝鱼樱花高文龟的画面传送到网络顶悬。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021年底就曾经使用网络直播水下实景秀，但是今年3月去大水冲毁顺去，开大约20天修复。新设备是采用更较快的角度、解析度更较悬的镜头。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打上关键字“樱花高文龟实境秀”。就可以透过手机跟电脑可以看到樱花高文龟我们的国宝鱼在七家湾溪的悠游。直播画面当中，七家湾溪也常常有原生鱼种菊花伫咧镜头内底。雪霸处原先评估菊花是食藻类，甲樱花高文龟以水生汤炭为主的习性无同。现在除了借由跨国合作研究厘清，也当透过直播长期观测鱼类的行为模式来佐证。扩大的必要，我觉得非常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可以提高民众对于河川生态的环境教育的一个效果，了解河川自然的样貌，还有这个鱼类行为的兴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生态专家表示，七家湾溪是台湾第一条生态直播的天然河川，会当提供以往唔捌有的研究资料，会建议政府扩大办理，也互民众了解河川自然生态，正做环境教育上好的教材。公视新闻苗栗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5月份的时拍算要关掉14个气象监测相关的数字资料库。咱的气象署是表示，因为双方有合作、有互相合作，所以美国关这资料库，定着会影响咱气候预报的准确度，嘛会影响学术研究。来看联合报。新增的电动车不时拢出车祸，煞无相关的保险机制，民众嘛找无人赔。学者即马是呼吁以定型化契约来强制投保。交通部有表示讲会来研究，卖定出全国性的指引，予地方政府来参考。
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力量开发备案扩大侦办。高雄桥头地检署昨昏去敲台南、高雄几个所在，有约旦捌做过台南议长无党籍市议员郭信良，含几个台南市议员，也有地方的官员甲企业的负责人，计共10多人。上新的消息是，伫拄则透早5点的时，郭信良以30万交保。昨昏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环保团体是连续22年，拢有伫即天和总统去总统府和总统见面，嘛提出建言。总统赖清德是表示，天然气这能源是刷落来，咱台湾要和美国对等关税谈判的重点，希望国人会当支持。也针对核能政策这部分，总统是强调，一定要满足核安、核废、共识这3项条件。世界地球日，总统赖清德伫府内接见环团，出现了后，甲代表伊哀求问好。赖总统致辞了后，展开各项环境议题讨论。针对最近核能延役议题，赖总统各指出表示，要建构多元有韧性的能源体系，无排除任何对净零的方案有帮助。对新核能保持开放态度，若要政策变更，要满足3个前提。任何的政策变更都必须满足核安、核废、社会公识3个重要的前提，才有可能进行。反核的环保联盟表示，台湾最后一台核能机组会伫5月17停机，恢复加长会如期达成。也毋过，赖总统对核能的3个前提论述表示安慰，也毋过无完全满意。只能感到安慰了哈，他不能100%满意，因为以他总统的高位，要他马上就宣布不准延役哦，因为他也清楚，目前修法的主导权是在立法院。对于反议讲过，恢复加长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甲新出牌表示会当理解。他如果是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攻防的说辞哈，当然我可以接受。继续反对于推动4接积极有国安问题环团，是无得到满意的答案，也无啥认同总统希望大家会当支持，所以来进行对等关税谈判，对美国提悬天然气等采购。碳排总量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会是大幅的上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疑虑，也值得继续往前观察的事情。这摆会面经过2点外钟，环团代表最后核证再生玻璃造成的玻璃杯。会中除了核能受关注，赖总统也强调，推动再生能源是国家重要的政策，绝对无容分不肖分子，无管是什么人谋取利益，政府一定严法严办，绝对无原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主教宗洪这个过身了后，想要来接新的教宗。原地讲会伫教宗的丧礼办煞15天至20天内举办秘密会议，投票选出新的教宗。外国媒体即马拢在邀谢人较有机会。也那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对外表示，伊和伊的夫人会同齐参加教宗的丧礼。听到教宗方济各已经过身的消息，各多国外节年假最后一日，世界各地教徒拢去圣保多禄广场哀悼。那梵蒂冈犹太教、基督教甲伊斯兰教3教圣地耶路撒冷，邀真侪人伫圣保教堂点灯蜡烛致意。加沙地区也感念教宗伫过身前一日，也个关心当地，佮呼吁以下赶紧停火。For more than 1 year and a half, daily, he called us pray for peace and to give the blessing for all Gazan people and for all the Palestinians. 就在国界悼念教宗方济各的时阵，梵蒂冈也要启动系列包含瞻仰维雄、弥撒甲安葬这代志。佮在葬礼结束了后的2到3礼拜内，召开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根据定数，当日算票完成了后，那新教宗已经出来，梵蒂冈宗座宫殿内底西斯丁教堂就会为宴堂对外放白烟。那放是乌烟，就表示投票结果无共识，还佫继续投票。回顾历史，选出新教宗的时间，有时阵敢若需要几点钟，啊毋过也过几啊年。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目前新教宗的接班人选户作风不实，捌甲方济各冲突过，72回上映历届初期主教爱多。
加族方伫进步甲保守之间的德中派，现今教廷国不轻的意大利籍红衣主教帕洛林，一个67岁菲律宾人的红衣主教塔格莱，那伊当选会加做亚洲第一位教宗，甲第一位为非洲撒哈拉难民来热门竞选，大力倡导气候变迁甲经济正义76岁加纳籍红衣主教图克森，公司新闻新闻陪朋友。美中的关税战，即马美国嘛想办法无要互中国，防止中国来生产地。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即马是打算要对东南亚扣重税，亲像柬埔寨出口去美国的太阳能产品，关税有可能要扣到超过3500%，目的就是无要互中国生产地。美国保佑相关官员最后确定的关税案，对象包括中国的晶科能源、天河光能等企业所生产的太阳能发电相关产品，也有因设伫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甲越南的工厂。美国认定这些厂商伫无平等的补贴政策之下，以比生产成本较低价销销去美国市场，冲击美国的光电产业制造商。徛伫中资企业设厂的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关税谈判的态度，计划扣的税率差别真大。像晶科能源伫马来西亚工厂的产品，税率有计是41.56%；天河光能伫泰国生产佮输往美国的产品，税率就达到375.19%。路透社报道指出，因为柬埔寨对美国的调查采取无合作的态度，所以中资由柬埔寨输往美国的关税税率就设定超过3500%。这摆将对性条款关税是由美国的第一太阳能公司，加伫美国有设厂的韩国汉华集团，透过美国太阳能制造业联名，向联邦政府提出告发。对美国关税谈判真配合的韩国政府，也针对中资透过韩国生产地转口外销美国的状况展开取缔行动。저희가 이제 아무래도 위치상 중국이랑 가깝기 때문에 중국에서 이제 한국 경유해서 미국으로 가는 경우가 많은 것 같고, 또 중국뿐만 아니고 또 동남아 쪽에서도 충분히 이제 한국을 경유해서 갈 수 있기 때문에 그쪽으로도 좀 사건이 좀 발생할 가능성이 높다고 생각합니다. 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指出，韩国关税厅2024年11月就照着毒检厂商仓库查获中国籍的仓主驶过韩国，假作是韩国产品外销美国。2025年1月也查出伫韩国的中资将中国籍电池换包装假作是韩国制品转口输往美国，所以决定加强查缉中资生产地连累韩国业者的行为。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该向请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打算对几十个国家加扣关税，影响全世界股市。加上即马美中的关税战争未煞，嘛造成无确定的因素。也毋过即马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已经表示，美中贸易战有机会转和。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对中国扣145%关税有机会会当调整。伊讲，伊嘛未开除联准会议主席鲍尔。受到这因素的刺激，美国股市拜二大起超过1000点。继续关心美国，按算2026年1月份的时，就要完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川普讲，伊嘛拒绝纳2024年和2025年的会员费用，因为美国呢过去一直拢是 WHO 出钱出上济国家，秘书长谭德赛即马坦白讲，美国若是无要出钱，对安尼会造成 WHO 无钱通用，影响大约25%的员工爱减少工课，嘛爱减少人力。继续关心日本的国产米价格，自去年开始，价单已經起超過1倍。日本政府國部長讓26年了後，各向南韓進口稻米，而且提出稻米倉庫的米來應用。雖講呢，日本想要來控制物價，也毋過效果有限。日本的農林水產大臣嘛公開向日本人民回信咧。來關心民眾，中國佇今年底有按算要出國，先愛提早檢查公看護照，敢愛先去辦。因為即馬外交部長林佳龍頂一日就表示，部會預算宏台檢了後，有影響護照的印的量。內部即馬是評估講，大概即馬護照10月份了後就無法度擱印啦。這款的講法嘛引起國民黨立委不滿。
要办护照民众可能都要赶紧咯，因为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受预算删减的影响，护照换发的印制数量到年底可能加严。护照的部分，我们内部的估计大概到10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印制啊。实际经济抓领不够，民众听到消息也真烦恼。当然会害怕，赶快来办吧，要不然这时间到了就没得办了。假如是今年或明年初要出国的，就要先准备。外交部说明，今年有个需求，差不多209万本护照要换发，不过年度预算被删除了后，今年到现185万本，其他无够24万本护照需求，今年用安全库存来形容。安全存量是大概40-50万本，那因为到10月底如果用完的话，那可能我们到12月就真的一本都不剩了。国民党议会对安尼讲法有质疑，因为是行政下令各部会明送出改动案，为大罢免加分，不过都仍太强调无动改动案。被统删以后，外交部还是历年以来最高的预算，怎么会有不能执行的这样的部分？冻结案一共有1584项的冻结，冻结数是1381亿。我们会要求行政院各部分一律全送出来，我们希望一律送出，一律解冻。根据领务局资料，一本抗病护照包含晶片、红龟甲塑胶页面印制，成本差不多480块。不过，还有其他真实成本要算。即马外交部无排除提前向中央印制厂来招标，避免民众无法度领到护照。记者综合报道。在亚领袖峰会第10天举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双方有交换意见，讲点外情，嘛有达成一寡共识。要找县市长、产业、劳工、学者来加入平台，提出民间版本关税影响的报告。也若朱立伦嘛有邀请黄国昌伫4月26日时做伙行上凯道，黄国昌有答应讲伊会到位，伊讲伊要做伙和国民党找转来台湾的民主。对，需不需要拥抱一下？双方见面小览展开对谈，国内在野两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二日共同召开在野领袖峰会，若要搁一摆合作，聚焦美国总统关税战冲击、立委大罢免、司法改革等议题。朱立伦搁较当面邀请黄国昌4月26日同齐上凯道战独裁。我特别在这边也跟国党主席邀请，我想4月26号，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我说是人民的主场。4月26号，我会代表台湾民众党参与凯道人民的集结。针对关税可能影响各行各业，朱立伦炮火对阵总统赖清德，批评全世界只有台湾咧无罢免。以政府880亿特别预算不足，爱大大地提悬到2000亿。黄国昌表示，政府甲美国谈判爱踏入社会各界参与，坚守谈判的底线，绝对袂当比日本、南韩低。我们应该要求，在台湾跟美国之间要签订 FTA， 我们共同在野的政党做我们执政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半年到1年都是严重的冲击，那至少我们以这半年为期，大家共同来努力。朱立伦提出4大方向，包括增加预算、扩大类似、开放观光、分散市场。双方也达成共识，将县市首长、产业、劳工、学者纳入平台，提出民间版的冲击影响报告。针对国民党学者不实连署风波，黄国昌以郭文哲为例，强调感同身受。若被下伫加强司法改革，也毋过双方伫岛国议题上态度无同调。黄国昌认为岛国无法度救台湾，朱立伦搁一摆表示，只要会当互赖清德落台，岛国罢免无排除任何方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陆委会即马是鼓励民众，总共有要去中国进前，建议先去陆委会的网站登记，透过登记，总共伫遐发生状况，政府才会当提供协助。陆委会嘛对外表示，去到中国尾也是互掠去，也是失踪的案例，目前有82例。
总统赖清德3月提出17项新兴国安统战威胁策略，其中要求相关单位提高个人去中国旅游的风险意识。观光署发函予各大旅行社请业者协助个人去陆委会网站动态登录，主会区推荐强调加受份登录、加受份保障。赴陆港澳登录系统都是鼓励性的由于我们国人赴陆港澳，特别是赴中国大陆不少人家属来报案，那我们的个案已经多达82案。陆委会指出，中共在去年6月1日发布停渡22条，威胁民众旅游安全。政府马上在27将陆港河旅游警示提悬做监视。陆委会统计，2024年到今年3月30日，个人去中国4年有9人，做到留置办查13人，做到限制人身自由60人，总共82案。鼓励民众透过登录，和政府及时必要协助。同时，中国国务院发布扩大开放服务业155项试点措施，包含电信、医疗、金融、文化、旅游等，也支持公务台医师在当地开诊所。我们允许呢，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这些医师呢，在内地或者大陆呢短期的执业。现在统计呢，在国内短期执业的境外的医务人员大概有1500多人。不过，伫外访问家伫温泉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人民出境旅游的业务，所特别注明去台湾地区驻华。学者分析，中国是不是先克制？过去捌去台湾旅游的团体，动机恐惊无单纯。是否都有必须要经过中国的一个中央本身的一个名单的审核，才可以到来台湾？搞不好都有一些这个刻意被派来台湾进行一个统战行动的一些间谍的作为。区推荐也强调，两岸观光一定要透过观光小两会沟通协商好才开放。若是由中国官方来控制，除了有统战记录，佮参与对台湾用特色的经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4月19日一日有一场反共大游行，台独旗、国旗同齐出现伫活动。也若昨早台派团体和反共的退休将官嘛同齐开记者会，要维护台湾，因是呼吁用罢免连署的公民权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蓝绿共识，守护民主。无分蓝绿，无分台派，也是反共退将斗阵开记者会，希望招民众做伙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这公民组织罢免团体拢来到现场，因指出面对国民党和民众党，无论是在国会通过扩权法案、台预算，还是包围北检妨害司法程序等等，毋那是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嘛增加中国侵略台湾的风险。因呼吁民众理性支持罢免行动，和不适任的立委落台。今天的对谈的基础是大家源自于对这个土地、对我们后代子孙生命环境生存的热爱，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站出来。第二点，罢免的关键是给台湾人民信心。全台大罢免，就是公民非暴力反对中国侵略、渗透跟并吞战争的防卫战争了。那很高兴看到华独跟华统，能够看穿红统势力对台湾的危害。在场无论政治立场是啥，拢指出反共护台湾是上大的共识。事实上，顶礼拜六4月19日，在开道的拒绝统战大游行，现场毋那台独旗，也有国旗等等。长期在做社会观察的市民协会表示，这款切换拿列对立的现象，伫咧演过重大的政治集会，从来捌出现过。因认为，这嘛是社会面对统战威胁所激出来的危机感。咱台湾确实无应该佮继续用较早狭隘的迄个蓝绿来把大家对国家的制度的思考拢反的分做对立的现象所以呢，伊所有的这个政绩也好，考核也好，伊的目的是要甲你吞食所以呢，大家要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识，咱就了解讲其实中华民国跟台湾本身唔是对立的存在伊是一个整合的存在另外，在记者会顶头，台派团体和反共退将共同表示，说来要做伙合作，启动8场会谈，希望看世代、看背景，建立反共、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共识。伊嘛呼吁民众理性面对罢免，谴责对罢免团体做出骚扰和暴力威胁的行为。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第二个消息，镜头来花莲道溪乡有部落最近发现一只乌熊，甲鸡啊甚至是狗啊拆食落腹，相关单位成立巡守队咧要甲抓。日暗有看到这只乌熊搁在攻击狗啊，转向巡守队队员来通报，这个队员对乌熊开枪，乌熊着枪，因为乌熊的伤势伤过严重，兽医尾啊是甲伊安乐死。巡守队入山找找台湾乌熊，伫一个山沟边发现伊影只，身躯中枪支，暗过意识紧急后送就医，因为伤势伤过重，进行进度处理。黑熊要扑到那个工作人员，就是雄心大发，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他们就开枪打下去了。打到的时候，他们不是要真的猎杀他。原来这只乌熊为10月开始就出现伫道溪乡的中正部落，毋但食鸡啊，佮攻击居民饲的狗啊，已经食5只。相关单位强组巡守队来抓，伊暗时佮看到乌熊咧食狗啊，佮熊活向巡守员就急之下开枪自保。那野生动物法如果在紧急状况之下，对于人民有生命财产安全疑虑的话，其实是可以进行处置的，但是，他事后要报备。抗食米甲酒来摆死去乌熊，根据阿妈郡可爱辩护，这只是4年前局管处野放的公熊，因为台湾乌熊是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除非紧急状况，安那无免凊彩伤害。我们跟熊本来是同等的，今天是类似你死还是我死的状况之下，那是不得已了。部落居民讲，长期以来甲乌熊相处模式是互相尊重。不过最近乌熊骚扰部落情形愈来愈多，也好在地居民烦恼大安全。花莲县农业处也建议中央重视乌熊的问题。不管是育管处还是领管单位，能够将比较一个透明的资讯，让各个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协力，建立一个不管是通报的机制，或者是教导民众预防自身安全跟保护熊的一个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乌熊生态地甲病地愈来愈要紧，有可能有人禽冲突的风险。兼顾动物保育甲大安全，避免同款的情形，都要细致思考。林管处表示，专案会做后续调查工作，作为未来处理的参考。不过，依然是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南的永康有一间餐厅，那亲像传出虐待动物，这是有网友伫网络打文讲，伫餐厅内底看到真侪死鸟的尸体。台南市动保处去现场稽查，证实这间店头确实有违法，已经移送法办。台南动保处的人员以及警方来到永康这处餐厅来稽查，因为店家疑似是虐待动物。近期有民众发现，餐厅后壁的铁笼仔内面有真侪只鸟仔的骨头，铁厝内面也有真侪只鸟仔，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本案事主疑似未善尽事主责任，而使所饲养的猫咪发生死亡情形，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规定，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动保处是发现笼仔内面是留下3具鸟仔的骨头，不过现场并无其他活体的动物。业者是表示，鸟仔是朋友所送的，饲养大约2冬，饲养期间有提供基本的饲料甲水，但是鸟仔是都小破病，无就医来治疗，最后拢死去，是自然死亡。他们是认为说我关在里面，所以我可能没给他吃，所以我没有理他，所以才会变成白骨。所以他们就说我是把它饿死的，我就干脆尸体处理掉，打完用死我就把它丢掉就好了，我干嘛还要留证据给人家看？我讲难听点，就有点舍不得啦，也希望猫觉得说，就好像自己亲人死掉，你都会舍不得它走。现场有3只鸟仔的骨头是由动保处的人员带转去生化办公室来保存，后续将会送验厘清死因。专案嘛依法优先移送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来侦办。动保处是强调，饲主对饲养的动物有照顾甲医疗的责任，若是有动物受苦致死，将会依法来救济。公司新闻郑混谈报道。嘛是民众检举，这是有民众检举，讲伫高雄爱河看到水瀑布色水无啥正常，高雄市环保局赶紧派人去稽查，发现讲边仔有建商咧起厝，若这个建商已经是第2摆排垃圾水违规啊，所以这摆按算要加重处罚，上悬会罚300万。
环保局的客家卫民协调，白色路路的水不断流向爱河水头。21下晡，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讲仁武地区的爱河水头那像有人偷排废水。客家人员到场发现，是边的工地无将拖沙水处理好势，故在其放水流直接流入爱河。环保局讲，虽然目前初步检测水质无发现异常，不过因调查发现，这个建商伫去年9月份也捌偷排废水，去互环保局罚3万。这摆搁再犯，因会加重裁罚，相关会当罚300万。产生泥水未经妥善收集处理，一流污染爱河上游北污排水，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立即停止排放。对去年6月开始到今，仁武这个所在已经销售发生3件偷排建筑废水污染爱河的事件。附近居民讲，这几年建案一个接一个起，进前捌听讲有工地偷排废水，一定带带狗仔来这散步，嘛捌亲目睭看到白色、黄色的废水排入去爱河，互伊真烦恼，会对生态造成影响。我住遮4栋外，大概有建案吼，拢有迄排放废水的问题啊，白色、黄色拢有。鱼仔是无变啊，但是之前有看到迄乌龟类的，乌龟类的即马嘛较少啊。因为附近也有未少建案得起，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事件搁发生，环保局强调，除了派人加强稽查以外，卖增减湿器进行追实监控，呼吁业者废水的处理爱照起工作，千万唔通贪方便到黑白母。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仓报道。昨天4月22世界地球日，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吴成是举办新册发表会，伊收集40档来和树仔议题相关的诗文，伊嘛建议政府爱针对树仔设一个专职单位来保护咱的生态。向每一张守护未来的树栽承诺，阮会用心看顾，亲密陪伴。这首和树仔约定是台湾乡土文学家吴成的心声，伊希望会当甲咱丰富的自然资源完整传予后一代。伫咧4月22世界地球日即天，吴成举办新册发表会，新册就叫做《爱树无可取代》，收录伊这40档来和种树相关的诗文。总统伊成立气候变迁委员会，所以我咧想讲，安尼我就是顺这个时阵。我拄好完成着一本和台湾种树啊种种的问题提出真侪具体的建言。这本新书《爱树无可取代》，其实收录老师将近40多年的这个文章，从1982年一直到2025年。另外，吴成嘛针对种树仔的议题，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亲像建摆若拄着风台，台湾城市树仔跌倒几片。吴成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应该设一个相关的专职单位来管理，因为目前台湾树仔土地管理权并无清楚，多数拢是请外包的工程来处理。建议讲，咱一定要成立一个比如类似新加坡。新加坡伊所有的绿化植栽拢是迄个做国家公园管理局比如刚才我听咧讲，就讲前阮一个溪州乡10外个单位。吴成讲，台湾目前有一个现象，大家树仔乱种，而且黑白错。除了建议国家爱设一个专职单位以外，伊也建议政府爱针对树木设一个相关的法则，若是歹意对待树仔，拢爱受罚，才会当确实改善即马台湾树仔的乱象。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高雄的大碧湖风景区是水源保护区，本地则是自来水公司咧管理的。即马是风声讲高雄市政府打算要接管，未来呢按算伫遮发电观光，严格环保团体反对，烦恼水源区会受到污染。汽车奥多摆一台接一台伫大碧湖风景区的大门前排队，但要入去园区。高雄大碧湖当年有上百万的观光人次。顶礼拜高雄市副市长林钦盈伫2月讲，市府打算6月要接管大碧湖，准备要全面征收园区的环境，而且园区的道路有可能会拍通连接外口的道路。消息一公布，引起讨论，有民众认为安尼大碧湖才会进步。不过大碧湖嘛是重要的水源区，有环保团体质疑安尼做无妥当。当然是好啊，比较有人会用心去管理呀。目前从澄清湖这大门口这边要到八卦寮，应该有2条路可以走，那2条路顶多多绕1-2公里而已，不用牺牲这个车辆进到澄清湖里面，而牺牲环境。咱是咧是要树好的这树林的空气，也是要树这汽车的这个
这个歹空气。哦，所以我感觉这种呢，对咱的观光嘛是足歹的。目前高雄市民去大庇湖免钱，未来市府拍算全面免费开放，环保团体烦恼会冲击水源甲生态。高雄处表示，未来若接管水库的部分，也是会由自来水公司来管理。目前的规划拢只是草案，市府会以保育山坡地为重点，结合周边的双湖公园甲山球球场，打造一个中高雄上大的公园。为方便民众进入园区，将以行人免费通行为管制原则。园区的交通动线仍维持原状，并未全面开放，目前都还在草案规划中。因为自来水公司的人力甲预算有限，嘛有大庇湖的发展受到限制，假使市府接管，要安怎伫观光甲环境保护当中找到两全其美的做法，可能需要相关局处好好来思考。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体大车饼来看英雄出少年，这是全中运的电竞桃园的杨梅高中吴玉婷。伊伫高中男子组100公尺下栏决赛，是走出13秒15的成绩，摕到金牌。这个成绩嘛创下亚洲U20的新纪录。第5跑道杨梅高中的吴玉婷，走不偌久就救回到对手的距离，一路领先冲线。13秒，再次突破自己的纪录。13秒15的好成绩，让高玉婷摕这届全中运高中男子组110公尺跨栏决赛金牌，也会创造亚洲U20新纪录，将日本名将高泉准介2018年的纪录13秒19送入历史，惊人成绩让人家懊恼。有预想过想会跑到这个成绩啊，可是自己当下看到的时候，其实很振奋，所以蛮感动的。13秒27成绩冲线，高玉婷先伫这2准决赛拍破U20全国纪录，2次决赛佫展现上好状态，佫创上好成绩。不过其实伊比赛前状态无理想，后来测试的时阵，落走出高中3年上歹成绩14秒，伫教练鼓励甲调整之下，才找回状态。前几个礼拜是一直在下那种重的课表，对，那你要去吃消这些课表，就是同时放松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就掉眼泪，我就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老师在这边，我会帮你调整回来。毕竟因为我训练的东西，我知道他的肌肉状况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按部就班。挂金牌吴玉婷文亚刷新大会甲亚洲U20纪录，佫摕伊高中生涯第1面金牌。伊一步也希望引起国家队，有机会也引起奥运。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双北的世总运剩20多天就要起过啊！将在台北市政府伫大巨蛋进行反恐怖攻击维安和消防的演练。卡巴玻璃准备要甲手公车的歹徒掠起来，保护车顶的选手。这是台北市政府为着5月17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所进行的反恐演练。演练当中，佫有模机拄着爆炸、火灾等等的状况，消防局出动救灾机器人、分推车出来救灾，替世壮运的维安做好万全的准备。规划了公车挟持。以及大量伤病患的一个疏散，希望透过各局处的一个跨局处的整合，跟中央地方的通力合作，希望带来这个确保在5月17号开幕以后，整个活动的一个安全。台北市政府表示，这届维安作业是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有类进步的警政署、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和社会局共同来参与，希望透过各部会合作，确保世壮运期间的安全。我们将迎来台湾史上最大规模、参赛人数最多的国际运动赛会，超越之前在高雄举办的世运，以及2017年台北举办的世大运。今年我们将迎来超过25000名世界各地选手。台北市政府表示，2009年的高雄世运拢总有3756个选手参加，2017年的世大运是11397名的选手参加，这届世壮运拢总有25000名的选手参加，是目前台湾上侪人参加的国际运动会。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这届维安工课，让世壮运会当圆满举行、圆满结束。记者第2选柯敏哲台北报道。
台语文刊榜来看，苏格兰台湾协会有专门替囡仔设计一款学台语的 APP， 透过插图、声音和游戏的互动，互囡仔会当哪算哪学台语，嘛通自然来建立台语的语感。因是希望台语会当成做囡仔生活中的语言。古做插图配台语发音，囡仔爱经正确的语词，嘛有人挑战罗马拼音的关卡，大家算甲欢头喜面。这款专门为幼囡仔设计的学台语 App， 由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 Jenny 出钱，找工程师来开发，要互囡仔对播音、注音先学起，兼配合插图声音，要豆豆啊建立囡仔的语感。这一说出来，家长囡仔反应拢真好。会使互咱教着足侪物件的台语的。符号有图啊，嘛是有为迄个简单的开始。这个母音跟注音学了，阮就是用简单的插图来教一寡生活当中的一寡动物啊、食物啊，嘛是结合着咱之前有迄本幼囡仔的台语字。嘿，内底插图，安尼做伙来改 online 安尼，真正是设计第一个，互幼囡仔来学台语的 app。当文如讲，市面上多数的台语 App 拢是设计给大人用，对囡仔来讲较无互动性。这回特别针对囡仔来打造，要提升因的学习动机。现代台文系教授讲，学台语唔干那靠课本、声音、语气参语感，拢真重要。台语的书写吼，是伫台湾拢无互人重视的啊，啊，不过其实这都重要。较细汉的幼囡仔拢会使来接触。啊嘛，足简单，安尼就去用这个 app， 安尼未来囡仔若会晓做，台语就变做较简单。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表示，初期因会先开放予家长免费下载，未来 app 会阁增加多元的单元，结合歌曲甲影片，提供囡仔更加侪接触母语的机会。因嘛毋望囡仔哪算哪学，会当自然建立语感，嘛通成做家庭共学的工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伊拉家己市天文协会是为着要推广天文教育，利用市内各校的天文台设备举办亲子天文教育。这课程内底有 DIY， 佮有带大人囡仔用千里镜来观察天文，希望透过实际体验，互囡仔有兴趣。家长配合台顶老师的指示，教囡仔做伙手工来做千里镜，要透过手做的过程，互因知影千里镜的原理。这是嘉义市天文协会举办亲子天文的课程，要互家长甲囡仔做伙学习天文知识。咱透过这个课程的安排，互咱的囡仔甲家长了解到天文知识，以后因就会当产生一寡兴趣，所以也是咱协会来推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目的，互更加多的人会当对天文有兴趣。除了动手做物件，协会阁带因来到楼尾顶，毋但使用观察天文的千里镜，阁去南坛各小的天文台用专业的设备观察天文。参加的家长就表示，这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机会。之前拢毋捌看过迄个望远镜啊，所以因会当透过这个活动，然后第一次就是接触这个望远镜的物件，会当互因感觉做很新鲜安尼。阮家己带囡仔出去吼，无这个设备甲这个知识，他教囡仔。然后学校也当办安内活动，互阮有亲子互动的时间，佫会使互囡仔学到很多天文的专业的知识。天文协会表示，自2020家己伫宽实了后，真侪家庭甲囡仔产生对天文的兴趣。透过学校设备甲市政府的支持，互家己市的天文教育会当伫专业的教育环境，提供上课的家庭有完整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美国。科技大厂要去美国投资做晶片，即马美国就真需要本土的专业人才，所以伫美国的理工学院，即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一出业了后，高科技业者拢抢要爱。这是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微电子实验室，伫黄色的电火下骹，学生当在学微晶片的制作。5年一个课程，让学生实际动手来参与，对设计到图案化的规个流程，培育因未来入去到晶圆厂做工课的能力。应用全球手机啊、汽车、电脑，甚至是军武系统，愈来愈侪领域的关键晶片的需求。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伫1982年伫电机系下骹开微电子工程的分机，是全球少数几个教这个专业的大学之一。目前这个系差不多有100个学生读大学部，学校讲这个系学生有100%拢顺利就业，常常拢伫毕业进程都已经互高科技业者手生录取。科技和 AI 若愈进步，对这个部分的需求嘛是愈悬。We are always going to need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for the future. They can have AI and robots take away the manufacturing jobs, but we will always need people doing the research. 即马台积电、继陆丰德和美光遮的晶片业者拢小连续伫美国设厂，专业人才需求是搁较大。美光暗算投入几十亿美金起的2座超级晶圆厂，因的位就伫离路台无偌远的克雷市。学校希望讲会当招到搁较侪学生，无奈是即个系吸引力目前是输予网络科技公司。I wish we could double our enrollment. Our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hat hire at RIT, they come to our career fair. We don't have enough resumes to provide these companies. 前几年的新冠疫情是拍乱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拜登政府伫2022年通过2800亿美金的晶片和科学法案，鼓励晶片回流美国制造。川普上任了后，佮提出关税，逼回流加速，佮针对进口晶片和制造设备做个案调查，可能进一步要提出特定产业的关税，但是改造规个供应链都要开几啊年的时间。专业人才是晶片的自主之路顶端上关键的一片道路。深入学校栽培人才，变作是即马上重要爱紧去做的部分。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同齐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先看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0度。中部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有3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21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头家，啊你用这里也无聊哦。